會好開心同埋好興奮咧，能夠參與小朋友嘅藝術展嘅。我喺度咧非常之欣賞咧每一位小朋友嘅付出，佢哋透過創意、透過唔同嘅想像、透過顏色同埋唔同嘅物料咧，去展現佢哋童真嘅世界。我見到佢哋有非常之厲害嘅創作細胞，除咗有好靚嘅水墨畫之外咧，亦都喺茶果嶺村嗰度咧，其實做咗好多好有趣嘅藝術創品。唔知係咪當係算係雕塑啊，係立體嘅，就係嗰啲表現嗰啲即係舊區嗰啲士多啊，同埋嗰啲鋪頭嗰啲嘢，佢哋都係利用嗰個生活嘅環境咧，做咗好多嘅藝術嘅創作出嚟。咁樣咧，呢個係非常之高興見到咧，咁多小小藝術家咧有咁好嘅創意。而喺小朋友嘅作品，無論係佢哋嘅選材，或者係佢哋嘅用料，都充滿住中華文化嘅元素。好得意嘅，佢用一個茶包作為材料，佢想將佢心愛嘅小貓融入喺佢嘅作品入邊，或者我哋可以想象佢想同小貓一齊去飲茶。我見佢哋用好多唔同嘅 material， 咁用到茶葉啦，亦都見到佢哋用咗好多紙黏土啊，或者係好多唔同嘅設計，都令到我大開眼界。咁啊，包括咧，譬如佢舉個例啊，我見到佢哋有啲小朋友話去飲茶咁樣，去健康樓飲茶咁樣。咁佢包括啲雀籠啊，嗰啲點心籠啊，或者啲餃子啲點心點樣包啊，啲紋理啊，佢成個畫面嗰啲組織同埋嗰個擺佈咧，都係好豐富啊。每一個作品咧，佢都有好大嘅好多嘅想像力，都有佢嘅一個古仔故事嘅。我特別中意咧，就係一啲大使咧，佢自己帶住我行完之後，又會向我咧解釋佢嗰個作品。而且今天在小朋友介紹的過程中呢，我覺得小朋友非常的自信大膽，而且呢，這個畫展呢跟生活還有多元化結合的是非常的緊密的。最緊要就係佢哋唔怕生保喎，帶住我每一幅圖畫去介紹埋佢同學仔嘅圖畫喎。咁佢哋其實嗰個演繹嘅方式咧，都係令到我係非常之欣賞嘅。細路仔咧，能夠將佢哋嘅藝術創意融入喺生活裏面，喺生活裏面多啲嘅留意啦，多啲嘅發揮啦，令到佢哋創意無限嘅。喺呢度咧，我多謝我嘅教學嘅團隊，佢哋付出努力去成就小朋友不一樣嘅藝術展。生活傳承，文化傳承。